妹妹现在已经小便有一点没办法控制，所以早上也要先在这边先弄一下。妹妹，坐下。从他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3个月哈，我们把他们捡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皮肤病，然后几乎没什么毛。后来把它就开始养了几个月，我觉得好像还跟他们有一些感情啊，所以我们就干脆自己养。你头发怎么弄成那么帅？妈妈来了。Nee. Was nur noch? Bis gleich. Ja, fahr vorsichtig. Ja? Mach ich. Okay.早安。Yes. Endlich. Und dieses Ding kann ich endlich ab. Warte. Ja, ja. Eben. Gib mir mal ein Küsschen. Ja, und dieses Ding ab. Gleich. Viel Spaß heute, oder? Alles klar. Mein Name ist Peter Meyer. Ich komme aus Siegen und ich wohne mit meiner Frau und mit meinem Sohn, der hier in Taichung geboren ist, in Taiwan. Und von Beruf bin ich Schulmediziner und arbeite hier an de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ls Arzt und als Professor an der Uni, und zwar auf dem Gebiet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今天早上为了参加这个足球比赛，我们大概是早上8点从台中出发因为他们今天早上就是11点就是第一场比赛，下午还会有第2场。从差不多1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踢足球，他都没有放弃啊，因为这个是他最喜欢的，他真的是很喜欢，然后就是尽量就是把我们的小朋友打气。心情都很好，因为他会有一点紧张啊，但是他也蛮喜欢那种挑战，他是很喜欢挑战的一个小朋友啊，所以他每次都出了就是蛮快乐的。那家长其实也很快乐，因为我们这样就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就对啊，就是顺便也交了很多朋友。Gut gemacht, gut gemacht. Weiter so, das war eine gute Chance, Marc. Gute Chance, in die Ecke, war gute Chance. Super. Super, super. Ja, aber nicht da. Der soll warten, dass er vielleicht einen Ball kriegt. Jetzt zum Beispiel. Jetzt ist er nicht da, ja. Nein, der muss vorne bleiben. Der ist Stürmermensch. Der soll nicht in die Abwehr laufen. 他们可能因为暑假的关系啦，他们比较练的比较少一点啊，休息快2个月嘛，所以这一次表现的不太好了。No, it's okay. So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ow? Marcel, Jakim, how? Come on. You guys have to fight more. It's not enough. Pizza, pizza! Go, go, go! Go, Kickstart! Go! Deiner, machen weg！ 今天才台北就是算是决赛，他们去年就踢了1整年嘛，然后现在是台北跟台中就是最好几个队就来台北这边比。下午还有1场比赛啦，所以可以看看下午有没有机会表现得比较好一点。Ryan, you're gonna start with the goalkeeper. I will be a goalkeeper. Later we can change, okay? Then we have like last time, Nick, you'll be in the whole w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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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我太太因为她后面也是念体育的，也是体育的博士，所以我们就认为，其实这个体育的部分对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
我们就是重视在教育上面，就是重视体育这一块。像我们在台湾很多都是小朋友都是家长安排的嘛，对不对？将来要走哪一条路都是家长为了小朋友安排的。那问很多小朋友，哎，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有什么兴趣？很多小朋友说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是，他要自己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尽量在后面支持他。往上，看球，往上。快没时间了！安盖分。哦，结束了哦，还是结束了哦。你们今天第一个比赛，你觉得呢？为什么？我都忘记发生什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嘛，然后爸爸妈妈给小孩子一些建议，小孩子通常比较不喜欢，因为他觉得我们会批评他还是怎么样，然后小孩子就正常比较不喜欢嘛。因为我是体育老师嘛，我想每个小孩子就可以他的时间动的时间要很长，他们应该喜欢动，可是你要给他机会动。对，如果是只有跑步，谁喜欢呢？你要让一些玩游戏的、抓游戏还是怎么样，就是自然，他们其实每个小孩子都喜欢动。其实他快3岁，我们做很多游泳、体操，还有足球，然后后来就慢慢看看他喜欢什么，他的兴趣就是足球，那我们就足球多一点，有在练习。我们要去士林夜市逛一下，因为很久没有去夜市。对啊，现在年纪大一点之后，比较少去这种地方。就今天来这里要看看。好好，走。哎，臭豆腐的味道。你要吃臭豆腐吗？你要不要吃臭豆腐？我们要1份臭豆腐。你应该也可以外带啊，就。哎，你要外带哈？很烫哦，带着吃吧。哦，小心哦，有一点烫哦。来，我看。这应该是豆腐的，不是？会有一点辣哈。真的吗？有点辣。有点辣哦。会有一点辣哦。很喜欢啊，我们都喜欢吃臭豆腐。好吃吗？可以哦，好吃哦。好吃。OK。好来，就是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比较蛮喜欢去，就是逛夜市啊，对，因为很热闹，然后很多蛮香的一些味道，然后很多东西可以吃啊，可以尝试一下，对。因为现在也比较忙嘛，所以比较少会来夜市，对。因为我们蛮喜欢吃臭豆腐啦，也是小朋友很喜欢吃。所以刚刚有闻到那个臭豆腐的味道嘛，所以觉得好像蛮香的，所以我们要吃看看这里台北的臭豆腐跟台中的有什么差别。好，一杯西瓜汁。台湾的生活模式当然跟德国是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已经有一点忘记，但是最近回德国的时候觉得德国什么都很慢。然后台湾什么都很快，然后另外就是在德国，你一出门好像没什么人，在台湾一出门全部都是人所以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我其实蛮重视养生的部分，通常早上会先做一些运动啊，所以比如说大概6点多会起床，先可能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呼吸法，一些气功啊，或者是打坐，然后后面会到公园，然后练一些太极拳啊。
因为我对武术非常有兴趣，所以从大概11、12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武术，然后就是跟一个老师，一个新加坡来的一个华人在德国学这个南拳。这南拳是比较刚的，然后动作很快，然后比较用力。太极拳很柔，然后很放松、很轻松的那种动作哈。因为我们一般生活当中非常的忙碌哈，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找一个点，然后让我们很放松。我现在已经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哈，因为现在就觉得，到德国的时候觉得，感觉上那种人之间的距离有一点太远了，有这种感觉，而且会觉得比较冷漠一点点啊。在台湾人就比较热情一点，所以这个差异其实蛮大的。那运动完我都会泡冰水，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冷冻柜哈，它本来都是冷藏东西哈，但是我这边都有装满水哈，这里也有冰块啊。那我们就进去之前，我们先把它破坏，冰块先破坏，好，然后就可以进去了。一样，可能时间会缩短，通常会跑个5分钟左右。其实那个吸冷水对身体非常好，因为我看到相关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真的证明这个是蛮有效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试看看。后来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也是蛮怕冷的一个人，后来从开始泡冰水之后，我就一点都不怕了。然后另外对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有一些帮助的。然后这种是蛮刺激的，因为这个是很冰的，1到5度的一个水。因为你到一个比较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的身体比较可以适应的。对，所以我们也是在训练这个，我们就是那个身体我们适应的这个方式对。就是说到冬天的时候，你身体回温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夏天就比较没问题但是那冬天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是比较冷一点。那这个泡冰水当然也有一点风险所以如果真的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是不太适合泡了，因为这样就会担心这个心脏病就会发作。所以如果要真的泡冰水的话，要先好好做个评估要问医生那评估完之后，如果比较健康的话，就比较适合泡。当然现在会有一点会冷。现在我们的身体要慢慢适应好，然后如果时间拉长的话，因为通常现在会跑个可能有5分钟左右了。那如果时间会比较久一点，超过10分钟、10几分钟的话，出来以后有时候还是会发抖。小孩也会泡老婆也会，老婆现在也常常会因为我老婆比较怕热所以他觉得这个泡冰水蛮舒服的小朋友有时候他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有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泡。运动之后，我大概就会吃早餐。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到处坐骑摩托车，到处跑，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种感觉。结果这种感觉我在德国完全是没有因为可能是德国太冷，所以你不会骑摩托车在这边你骑摩托车，然后去外面吃一点东西，然后跟朋友聊天，跟老板聊天，这个是蛮有趣的。
因为我认识他很久嘛，他一直对中医有兴趣，那我也知道，所以他也有去过上海什么的，要学中文什么的，都一直很努力。他就是说他很想去台湾念书。刚开始不是很喜欢，因为刚开始工作要努力工作，我们要结婚什么的，就是有一些计划嘛。然后他这样跟我说，我本来不是很开心，可是我也知道他很爱，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方面，所以跟他说，如果你有拿到奖学金，那我们一起去吧。那他真的拿到，所以我们一起过来的。对啊，对啊。其实我们两个已经认识很久了啊，很久，大概从15岁的时候，15岁左右开始认识哈。那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兴趣，我们两个都是练武术的，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道馆那边认识的哈。那我以前是他的教练哈。那对。哎呀，就是你好像比我早几年开始，1年吗？对，没有2年，3年，比你2-3年。12岁开始，对，我12岁开始，对啊。我们是来台湾的2年没有？哎，来台湾前2年就结婚。2年之前就结婚了。对，2年之前结婚。我也跟他讲过，如果你真正的跟我说，你真正的想要回去，你不想要留在这边，那我们就干脆回去德国。可是我们已经过了7年在这边嘛，这个也变成我们的家，我们也有朋友，我们也有就是知道去哪里玩啊，我们有就是习惯了嘛。我也觉得我们回德国做全部要重新开始，对，比较累，对啊，还有这里也喜欢啊，就是很方便，人也都很好，对啊，很安全啊，对啊。嗨，早安，谢谢好，不要早起来啊，坐在前面。哦。这里就是我办公室啊，所以这边有一些书啦，因为这也是我的兴趣嘛。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啊，中医的一些也来自哲学，跟哲学一些关系啊，所以当然对庄子啊、老子啊这一些了，我们都还是有一些了解，都有读过。因为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有兴趣的部分就开始看一些书，就买一些书，然后就慢慢看啊，都是。喂，好 ，OK，好 ，OK， 那你现在过来好不好？好，可以啊，现在过来啊，好，拜拜。嗨，来，佩奇，来。冷了，这么大声话，赶快跟你讲一下。好啊。这是刚刚那个课程。现在下面也可以啊。可以，学生如果只有几个可以签下面就好了。好像6个左右吧。那看还要不要再用另外一张 ？OK， 好啊，没问题。哪一次教学很认真哈？拜，一定要很认真，而且一定要很认真。又会中文，然后又会台语，又会德语，又会英文，超强的。就是如果是我们外国学生，一开始进来都会先找马副主任讨论。对。其他的课应该都是满的嘛？满的啊，爆满还要抢的。哎呦！对，好，那就不打扰，这个再麻烦你，谢谢，拜拜。其实我学西医之前我就开始学中医哈，因为这个兴趣的话，就去上海，去中国大陆那边去上海学中医，在那边学了差不多1年的中医。本来打算待5年啊，但是后面因为是有一点失望，所以1年之后我就决定好先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我就回去德国，然后开始念医学系，然后也有在念博士班，然后博士班那边毕业之后拿到这个医学的这个博士之后，我就决定要来台湾，那我就来这边念研究所。所以我那时候在想，那要在台湾当医生，而且要做中医的话，那一定要考台湾的中医师执照嘛。所以后来我还决定念一个中医的一个学士，然后考上中医师执照，然后就开始在台湾当中医。好，先把脉。你的脉有一点改变哦，出去玩之后就轻松多了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回来，所以还有时差。
有一点点，所以今天早上昏昏沉沉的。哦，好。啊，最近嘴巴破的状况如何？都还 OK， 还 OK 哦。但是牙龈还是红红的。牙龈红红的，OK。哦 ，OK， 有一点啊，有红红的。感觉还有一点点嘛。有一点点啊。对。好。啊，你睡眠还好吗？都 OK， 都 OK 哦，还好，就刚开始的1-2天比较不好睡，之后都 OK。OK。然后我觉得气管会痒痒。OK。我看我青岛嘅日神，嘅災難一模吼，我就想我就來試試看啊，做來看幾時間啊做幾年輕吼，然後我災難嘅情形吼，就因為我看幾時間，我災難嘅情形最嚴重，一看冇想到1-2禮拜就隨時就好誒，對面我就持續就看嘅。不過我是咧種肉也要有耐心呐，我去年退休，然後我就3個禮拜，本來迄間佢講唔得先做來按熱，咁就2-3禮拜就看一擺好啊。對面我知道我嘅最爛嘅情況要起起伏伏，對面佢講也有限，啊咁我就3禮拜看咗一陣，我講好，我就3禮拜過來看嚟用。看幾拜之後，然後反正就是很親切的中醫，親手看到日神有按關心病人，然後因為記憶力真的很好，包括日頭那麼剪毛孔讓給媽講，喲，你剪頭那麼嘿，我知道佢對大概偏嘅全部清楚，真嘅。其實我真的是很喜歡看病，我覺得看病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看病的過程還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快樂哦，因為當你真的可以照顧好一個病人，然後病人給你的一些回饋是，好像是很滿意，然後他覺得比較舒服，覺得比較好，他覺得比較健康，比較開心。那對一個醫生來講是一個很成就感嘛。還有病人跟你說，感謝醫生，我現在就是好很多，你會覺得哇，這個是蠻不錯的。所以我覺得這個看病真的是蠻快樂的一件事情。其實看到個馬醫師對教人學太極拳，佢說那個日神親有日師呢，德國人要看中醫。我要麼做親有日師，要做也有點像，反正以後教做親有日師啦。我們講德文呢，我們曉講國語，然後又要讀中醫，我就做親有日師，所以我就來冒險一下，出來看一下。也會有人覺得，一個外國人啊，你不可能把中醫學好，我為什麼要看一個外國的中醫師？那就直接看一個台灣人就好了。在台灣看病是有一點靠速度，台灣人就是習慣可能看病是比較快的一件事情。那在德國的話，可能也是看病也不能太慢，但是沒有像台灣那麼快，尤其是中醫，在德國的話可能是比較不一樣。如果想要在德國當中醫的話，可能要花半個小時或1個小時的時間在一個病人的身上。宿舍嘅馬醫師啊，因為你講唔係台灣人，我還記得我嘅時間第一擺打電話俾嘅時間，我喺想講哦，那一年咯，而家德國人嚇，我都冇看到，而家點解而家中文按好咯，冇乜嘅口音安尼。咱聽呢邊同講話嘅時間，那我講國叫一些，我哋哋講哦，係啦，唔係台灣人啦呢。一定聽年嘛挺好，在醫院的風評也很好。有人覺得，你對這個那麼有興趣，然後你就是留在這邊，你是不是前一輩子真的是活在這塊土地的？那我這個我就不知道，或許是到這邊的時候就覺得哇，很舒服。如果我早上没办法，1到5我都没办法早上去市场，是不是还是想要吃一些新鲜的东西？所以我来这里。这个大概多少？61哦。好，谢谢。治疗上也不错。第一排青菜3个100块，40块。那边有篮子可以用。一个40块吗？好。3个，这边都35，3个100块，第一排的菜。
3个100块。上面都40块而已。哎，请问这个会有一点苦苦的吗？还是没有？这个不会啊，这芥蓝菜啊，真好吃，它不会苦啊，真味道好吃。好，苦的是这个。哦，好，谢谢。没有，我们看1块哦。If you pick one, only 20. But you pick 3, it costs you 50. Too much. I can't finish. I can't finish. 25. 好。那番茄呢？哦，好贵哦。这样一个是1斤是多几颗呢？2颗？难想。这个不便宜，现在真不便宜。3个就150哦。看一下。好贵哦。其实很多绿色的菜我们德国没有，因为我也吃素食的嘛，然后就觉得一直吃花椰菜，一直吃什么，就好无聊。我也很喜欢吃馒头什么的，后来看到这个，我就想到一种土耳其的一种面包，就很像那个土耳其的面包，所以我要吃看看，会不会跟它有一点像。我就是喜欢 simple， 可是很好吃，还是有这个菜的味道，不用太多姜什么的。那我那姜我觉得太多也，就是菜的味道就没了。蚂蚁是很好养，我做什么它都会吃，对，它什么都吃，没有听过他说我不吃这个，我不吃那个。对，还有水果非常多，对我们德国没有那么多水果。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凤梨，我吃了凤梨，去市场买了一个凤梨，然后已经切好了吃。我说啊，他们有加糖啊，我不喜欢，我要自然一点啊，我有一点抱怨。然后呢，自己买1颗凤梨，自己切吃。我说啊，一样甜，怎么可能？对，因为我们德国的凤梨就是酸的，可是芭蕉我很喜欢，德国没有芭蕉。对，还有那个。火龙果我们德国也没有，我也觉得蛮好吃。我以前没有看过火龙果，还有那个叫什么 Buddha Food， 自家，对我在台湾第一次看过。哎，还有那个在垦丁那边都卖是什么红色的啊？莲雾，对，莲雾也很好吃，我也很喜欢吃。我今天有做一个沙拉，然后这次沙拉我还会加一些花椰菜，然后番茄，然后小黄瓜，那还有那个豆芽，我要试试看，我觉得这样蛮丰富的。很好吃，可是还有一点苦味，所以我觉得不要放在沙拉里面，我这样吃就好了。放一些酱油嘛，看看。台湾很方便啊，不一定要煮。可是我想要吃我自己的菜，是我们家的菜，我当然要自己煮。那当然自己煮也当然比较健康一点嘛，可以自己加多少油什么的。Hallo, guck mal, was hast du denn? Deine Brokkoli, sagst du, riecht doch gut. Oh, oh. Hallo. Hallo. Hallo, hallo. Na, ich bin müde. 蛮有挑食吗？哎，我觉得有一点啊。有一点。他有一点挑食啊，对啊。还有一些他不喜欢吃的。海带、素肉。还有马铃薯。没有马铃薯他吃啊。那现在可以吗？你要什么面包呢？当然是这个。哦，当然是那个哦。啊，我也吃看看了，因为还没有吃过。对，我也没有吃过，其实我也好奇。不是很甜，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蛮好吃的。我以为它不是甜的。你以为是咸的？但是跟你就是没有什么甜，就是为什么台湾的面包都是甜的？好。喂？是谁？不
不知道哎。哦，对，是他的老师会来7点哎。真的、哦？他昨天没来，我以为他昨天来，然后来他是7点来。哦，好哦。你忘记了？我忘记了。他开心，他的中文老师还是一个学生，他会来教他。嗨 ，Hello。来，进来，我们还可以吃晚餐。去看看啊，还没有吃过啊。我的沙拉吃看看。来。Sorry。来。他有的时候问我妈妈这个怎么做，我说这是什么功课？数学我还可以帮忙，那国文我不行 ，Sorry。所以我们很开心他会帮他，我特别开心。德国的话，如果要吃那种蔬菜的话，可能比较多是沙拉类的。对，沙拉就每天吃会觉得有一点腻。在台湾选择真的比较多一点。那种的就是比较少，就是沙拉之类的，你像有沙拉之类的，我们好像几乎有什么只有菠菜。刚来台湾第1年就胖了10公斤，因为觉得东西太好吃了。我真的胖了10公斤，很可怕，那时候很可怕，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吃素啦，所以吃太多那种什么鸡排、珍珠奶茶，那种常吃的就马上就长得跟鸡排一样，就是变成一大块肉。他也以前也常喝，偶尔为了台湾的珍珠奶茶，为了以前的感觉，年轻的感觉，有的时候还会喝嘛。对啊，是好喝是好喝，但是那种喝了之后就觉得已经饱了，就不用吃任何东西。Why did they do this? Okay, there's a background. Like, look, at that time, lik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ere like at least 10% of all office-based physicians in Germany used acupuncture,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okay?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guideline, no scientific basis. Most of the studies coming from China, which. 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针灸硕士学位学程的一个课程哈。那这个课程就是专门针对外国人设计的哈，所以是2年的一个硕士学位的课程。那来这边读的哈是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外国朋友哈，那这包括比如说美国人啊、欧洲人，然后有我们亚洲的，所以像今年也有像意大利的、印尼的、越南的也有，然后美国的都会来这边读哈。他们的背景主要是医生啊，或者是中医师，或者在他们国家当传统医疗师哈，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想要学中医，所以他们就来这边。我们这个是一个针灸的一个，主要是针灸的一个硕士啊，所以我们重点放在针灸那边。因为针灸现在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像国外啊，像德国的话，可能有西医师西医师大概有5万个西医师，他们有学过针灸，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他们就是想要学比较道地的这个中医道地的针灸啊，他们就可以来我们这边学。对。So this is like the 3阴交, so it's where the 3 yin channels cross, okay? 3 yin channels. So this has influence on the yin inside your body, on the yin inside your body. 古代用的一些中文字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尤其是在中医上面的啦，所以你要做一些翻译啦，或者真正的表达它的意思，真的有一点困难。对，其实我们看的那个过去，比如说那个古代的书，古代中医的一些书，像《黄帝内经》啊这些，如果看一些英文的翻译很多其实都是打折扣的啦，就是很多意思要表达不出来啊，真的是这样其实在德国的话，年轻10几岁的时候我去看医生，没有看过他帮我针灸过。然后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的那种练武术的，然后那些大师那种长胡子的，好像很有智慧的，然后大家都是中医师。我那时候觉得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酷，非常酷的。We do this one, and then we're gonna do another one.
So here, okay, go more, not here in the middle, go more here of this bone. Okay, when you find this bone, you're going somewhere here in the middle. And I'm going to be too high if I do this.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 Yeah. Okay, so you go up and feel about the point here. Okay, usually it should be about 3, right? And then you go here and insert. This kind of. Yeah, I'm feeling plenty. You're feeling plenty? Do you want me to flinch or something? No, don't kick me. Just don't kick me. You can turn a little bit. You can go. You can turn. You can turn. This is actually can also be a little bit closer. Yeah. 台湾的学生跟可能外国的大学生哈，当然会比较不一样哈，因为我们可能在国外还是互动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喜欢跟大家都有一些互动啊，然后问一些问题回答，这样就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哦。那台湾的学生喜欢比较安静一点啊，所以通常是问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要回答，所以要直接点才有一个答案，对不对？然后在国外的话就比较容易人家会开口，然后主动的跟你讲一些东西。我的上课的方式也是蛮轻松的，但是我觉得到考试的时候是要达到一个水准，他们一定要到位。所以到是真的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到位，如果没有到位的话，那我就没办法啊，我就会跟学生讲啊。过去哦，像我念大学的时候，尤其是医学系，老师会非常严格哦，是1、2年级，他的那时候风格是他想办法把你当掉，真的是这样哦。所以1、2年级我们就有这个经验，然后后面就是说，所以很多人被淘汰了，留下来的就大概可以毕业了。如果他觉得你对医学没有很认真，没有很努力的话，那最好就不要念了。But for example, for 我跟我爸爸妈妈说要去国外读的话，他们就说他们快昏倒嘛。就你为什么要去那边？那时候我阿嬷还跟我妈妈说，哎，你不要让他去亚洲那边啊，不要去那些国家学啊。你就跟他说，他以后可以当一个很好的一个工程师啊，好不好？不要学这种东西，都没意义。但是我妈妈那时候也说啊，但是这个是她想要的啊，所以我们就支持她，就是觉得这个还不错。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压力，你知道，这个就是从外来的一直给你的一个压力啊。但是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没关系，因为这个还是我的兴趣，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还觉得不管大家怎么说，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我们还是往这条路走。后来可能是缘分嘛，就留在这边了。我是意大利人，我是博士生，我是人类学的，所以我来这里做我的研究，我研究中医。我很喜欢那个彼得老师的课，因为我觉得他是外国人，所以他知道跟外国人怎么介绍，他的方法跟那个在外国是差不多，所以内容。然后他很有意思，他介绍他自己的那个经历，那个 experience，经验应该是经验。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更了解，对中医是怎么样，等等。我从美国来学中医，其实我好喜欢他的教法，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个部分再学一点，在这边学一点，然后在这里就可以自己用手练习这样子可以学一点针灸，然后就可以回去美国，然后帮我的病人这样子。对。我主要是在这边针对我们台湾的学生，还有一门课是中医养生学啊，这个是我们中医系跟学士后中医必修的一门课。啊，这包括就是可能古代的一些《黄帝内经》的一些养生的一些思想，然后把它就是跟我们现代的一些新研究的一些养生的观念，把它做一个结合起来，然后创造这样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一门课哈。然后这个课程另外也包括太极拳跟气功哈，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部分会教那个理论养生的理论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教那些操作，就是太极拳、气功。然后左手在这边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在这里，如风似壁，放轻松。哦，今天有点闷。有一点，对，好像等一下会下雨。还是舒服。你看，对，那边应该会下雨。
不会吧？会吗？你说的，你说不会，你说不会下雨就不会下雨。其实爬山是轻松，不是运动。好，不要太快，好不好？爬山就是运动。不是，是轻松一点，要放松。爬山比较多。爬山我们2个可以，可是其实他还是也是比较快，可是。OK 啊。鼓励我等我一下啦。还有时候就是我们全家人，因为马月也会去爬山啊，所以我们都是全家人一起去爬。因为他选的路都是8个小时什么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觉得5个小时也可以嘛，不一定要那么长。可是他最喜欢。是爸爸想要今年去爬玉山主峰单攻，爸爸要去，我也跟着去了。爸爸就一定要啦，不管怎么样。他去年也有说今天一定要去，然后我就一直不说出去，然后他自己也忘掉了。然后就没去。小时候的照片，就小时候他的玩伴。看一下。哦。是香港没有？是那个哦。亲米多里，你亲米多里。哦，怎么那么可爱？对啊。小时候阿姨帮我们照顾马月，是我们以前的邻居。对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没有家人嘛，就是说我爸爸妈妈都在国外，阿姨就帮很多忙啊。对啊。佢寒暑假哈，妈妈哈，跟妈妈哈就拜托我照顾佢啦。哦，一個星期呢，南過樹以後，看到當地人像，實在當地人像，佢啊有個呢藍色的木柱金色的頭拿毛，就像人家市面上看到的洋娃娃一樣的可愛，所以呢，我就一口就答應了拿佢照顧起來。那你媽媽呢？還好，爸爸心有，嘿。爸爸脚比较不行，妈妈在照顾他，妈妈协助他。爸爸的那个洗澡啊，洗澡的事情有政府有人来帮他洗澡，有请人来帮他洗澡。有啊，你要吃鲜乳啊？爱吃茄子哦。好啊，可以啊，很好。一个炒饭德国炒饭。炒饭也德国炒饭。德国炒饭就是素的。哦。素加豆腐，都是做素的。好，帮我做素的。我都可以，嘿。好啊。我都可以。这是可以的吗？我俩就喺連沙啦，佢本來冇依機會，因為佢係外國人，都德國過來，特別明顯看到講佢就係新搬來，又係外國人，佢兩沙看到連沙主動笑面，特別看到老人家，因為同啲老人家睇書，有老人家行路冇做到垃圾架那時候太重，因為刺痛呢，老人家呢睇書搬東西，他們當有禮貌，個當笑面，那個連沙大概就當相處都當快樂安尼。你咩當認真，你從來用德國話或者英文人喺度交談，怎麼用國語？因為佢哋沒想到國語當進步，所以我覺得佢哋當聰明。他們學語文很厲害。你要怎麼打招呼？吃飽嘛？吃飽嘛？是飽嘛？我就講按好食。很好吃。按好食，對嗎？很久沒有見面了，對不對？最近遇到的機會會比較少一點。對，因為他們你搬離那麼遠，比較遠。我們現在搬比較遠一點。對，沒有辦法說下班也看得到，不像以前，你的摩托車騎回來，我們都聽得到，我都知道。哦 ，Peter 出去了，哦 ，Peter 下班了 ，Peter 回來了，亚斯米也回來了，然後都會出來聊天，然後出來聊天嘛，對。拿幾個毛？好嘞。
齐先生他们的小孩去国外读书，对不对？真的哦。哎，回来了，已经回来了。已经回来了，哇！回来了，2个吗？2个都大学毕业，然后回来了。哇！哎，哦，怎么那么快哦？最近在找工作。没有变吼，哎，有一点点。哎，这些花花草草有时候就换个不一样的。你这个哇，冬天我会换圣诞红，怎么那么棒？哎，你的芒果今年有长吗？有。哦，这个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家的感觉，是不是？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住了快9年了啦。哎 ，Hello， 好久不见你。哦。对啊，真的都没变哦。对，好久不见了，那先休息哦，拜拜。回去，谢谢哦。好。因为我们的邻居就是很热心，很热心啊，就是我们这边的关系啊都非常好，然后都会互相帮忙啊，出来会聊天啊，会互相关心，所以现在看到我们之前的邻居，我们就蛮开心的。马玉啊，他一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每天都抱着他在这里散步。在这里也学那个骑脚踏车，对，骑脚踏车，这边也遛狗。外国朋友啊，他们来的时候就是一定会带他们来这边吃，就是我们这边的客家餐厅啊，对。哎，马月不要太高了嘛，可以吗？要不要下来？好啦，我下来。哎，你要抓好哦。要不要帮忙？要吗？我现在打电话给我爸爸。现在过去是他们早上可能快10点的时候。Hallo. Ja, guten Morgen bei euch. Guten Morgen, guten Morgen. Du bist am Frühstücken. Stören wir dich beim Frühstück? Ja, bei uns ist gleich Abendessen in ein paar Stunden. Wir trinken Kaffee. Kaffeezeit. Gut, super, schön. Super, war toll. Wir kamen auch die anderen gerade alle aus die anderen Nachbarn kamen auch raus aus der Gasse, in der wir gewohnt haben. Ja, haben uns alle begrüßt. Ja, so ungefähr. Ne? Die kamen auch. Also die waren auch gerade draußen und dann haben wir mit allen ein bisschen gequatscht. Sind alle noch da? 其实我们那时候决定要定居在这边的话，没有他们说你们自己决定。对啊，所以你们看你们在哪里快乐，哪里幸福，你们就自己决定，这就是你们的事情。现在就是说，妈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了，所以像我们今年也飞德国2趟，就是去看她，然后也稍微帮她看病。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点担心他们，因为就是说没有兄弟姐妹，就会觉得那他们就是互相照顾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就必须互相照顾的。有时候这个也是一种压力。爱你，拜拜。我们来台湾已经蛮久了呢，然后我们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国家哈，然后现在台湾变成我们的家，然后我们就希望就是可以在这边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可以在这里在这块土地活到老。然后，另外也希望我的家人、我的太太跟我的小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变成一个台湾人。好，开心。Hi Peter， 我祝福你健健康康，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现在的体力，还有你要每天很开心。那我希望你达到你未来的目的，我们都会支持你，加油，爱你。我希望爸爸可以每一天很健康，然后每一天都带我出去玩，像踢足球或其他的运动。还希望爸爸可以帮我写功课。爸爸，我爱你，么。